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 Rita 林玉婷。做埋根本嘅 Rita 係安尼咯，人講佢做埋事情係冇，係嗱。今日節目當中就邀請大家共我來欣賞玉曲。哇！節目當中竟然做得來聽到天后，韓國天后嘅天后共下來創下戲曲嗬，非常嘅享受哦，非常榮幸今日邀請到台灣玉曲團嘅首席來分享團長。係，主持人，韓國收看福起來，大家好，我係台灣玉曲團團長彭文志。哇，歡迎團長！咁今本日咧，團長帶領你呀，嗬，人講台灣豫劇界超係演變有技，非常嘅精彩。你嘅海林先生，歡迎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海林。啊，歡迎先生，先生很強哦，嗬，你打扮啊，很耳款嗬，哇，服裝全部有設計過嘅嗬。嗰個呢，俺來分享嗬，也係我客家嘅鄉親。韓國呢，人講嗬，豫劇界的小天后，人上到獎，上有獎嘅楊林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楊林。哇，歡迎三位老師，歡迎。謝謝。哎，我剛剛一開頭嗬，我這樣子比呀比的。這樣有上戲的感覺嗎？確實是有上戲。真的，謝謝。對我很厚哦。既然團長說有上戲，被我逼的這樣子。再次歡迎啊！這樣團長呢，之前還有楊林老師來上過節目。今天真的我們很有面子，請來台灣豫劇界，如果沒有這一位天后的話，我們就不用混了。我們海林老師也到節目當中來了。謝謝，也是我的很大的榮幸。哇，真的是，我們講到豫劇哦，我就會想到我小時候好像有看過耶，就是電視打開早晨的時光就有這個豫劇啊，京劇也好，有不同的劇，所以我覺得看到這個海報就讓我覺得哇，非常的感動。我就覺得這種很美的文化就是要這樣子傳唱下來，對不對？嗰個你台灣嘅玉曲團呢，喺台灣呢成立幾久誒？今年算起來第64年咧。哦，64年咧。幾多時間會有安尼成立？呢個成立咯，其實講起來，咩講1953年噶做中州豫劇，做越南富國島過來高雄，做到做樣。就立基都做樣，那實在過來過到廿幾年就64年了。啊，佢個過程咯，就85年以前全部都個算到海軍陸戰隊。85年到97年3月6號，就是算教育部時期。啊，97年3月6號開始到廿下，就算文建會很多文化部啊。哦，台灣名很多飛馬呀。都軍方家算的是飛馬豫劇隊。都教育部家就開始改國光劇團豫劇隊。所以就係咧用吹嘅概念嘛。係啊，97年過後佢就升格嘛，就算台灣豫劇團就家開始。咩個有台灣嘅特色出錯嘅。係啊。今日我看兩位先生，我覺得你們做得好美，就係安尼做咧。我還有發覺哈，其實呢，我們講到這個，我們不管學戲哈，要有師徒制。韓國呢名誒也有排這個輩分的，像海林老師是海字輩。對，我那個時候是因為學習很早嘛。我8歲就開始學習了，8歲就開始學習，所以到現在已經57年了。哎呀，掌聲鼓勵，將近一甲子的時間。是，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屬於海軍陸戰隊的時候。您就是海軍陸戰隊的，對，好厲害哦！我在那個時期就來學戲了，所以我們的名字中間都有一個海字。哦，哎，所以我叫王海林。是因為這樣子。對。那當時怎麼會有這個機緣能夠開始學戲呢？
哎呀，就是因为从小就不爱读书呗，从小就看歌仔戏，哎，哦，就看舞台上穿得金金亮亮的啊，就好喜欢，好美哦，哎，好美啊！就回到家就这个把床单啊披起来，头擦妈妈的口红啊，就在咿呀哈在那表演。刚好我们家就在左营啊，我们的剧团就在左营，哎，一直到现在，对，海军陆战队就在左营，是对，刚好那时候。我们的老师他们在招生，我的老师是张秀云张老师，哎，他就是从越南富国岛把剧团带到台湾来，哎，在台湾又成立的叫飞马豫剧队，哎，我就在那个时期招的第一批学生，哇，算是这个创团的元老哎，感谢我们的老师，哇，我是第一届的学生，好棒，第一届的学生，所以现在下面真的是。桃李满天下，传到杨林他们就是第4期、第5期哦，第5期，哎，对。那杨林老师就是杨字辈的喽。对，那应该是讲说老师之前他们是属于军中的单位，然后那后来我们在招收学生呢，他就进入学制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这个国光剧艺实验学校的豫剧科，那我算是第2期的学生，所以我们算是豫剧科的话就有排辈，就是弘扬中原文化。那我是第2届的嘛，然后那我就是杨字辈哦，勇士批嘞，就按内哈。对对对。哎，按内看起来这个系统老剧团是一体的，黑吗？对，哦，就是一起，生了一体啊。故说这个字辈排下去，到进剧团的话，就直接用这个字辈的名字。给出给艺名，对，就是中间那一个字。就要用我们讲，像第4期的学生，中间就用红字辈，他是第5期，中间就是要用杨字。可是你们刚好名字都有一个林，是刚好吗？那就刚好，真的吗？是刚真给呢？真的，我以为最后一个字只能用林呢。没有，不是。如果我是在文字辈，我就是文林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黑暗的哦，非常的神奇哦。各位亚拜雷都节目当中，当儿童台卡分享就是这一次。也算是说台湾豫剧团哦，在台湾一甲子。那我们第1届的伟大的学员，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，在台湾豫剧界非常有声望的这个海林老师哦，您的一个算是在退休前的一部重要的制作嘛。是，这个就是我的壁纸啊，你的壁纸，哇，好用心哦。对，非常感谢啦，就是我们团长啊，那么就在我即将要退休的，就是在我们算是公职嘛，是啊，就从公职就是到65岁嘛，是，所以我现在已经65岁了。有吗？看不出来，保养有术。对，就一直在舞台上，所以自己也不觉得老了啊。那么这个团长特别为了我这个毕业这个一个公演吧，算是特别想说，我想演一出什么样的戏，这样子为我个人就量身打造，对，量身打造这样子。那在以往呢，都是剧团安排我们排什么年度大戏啦，各种的戏嘛。那到了这一次呢，好像是属于我的日子，哇，好棒哦！就挑一出我想演的一个剧目，所以那我就挑选了《观音》这一出戏。观中间要有一个分号，对不对？要停顿一下，一个音。这个观音听起来里面到底要演怎么样的内容呢？因为其实我个人也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个这个信仰啊，那我是佛教徒，那我很信奉观音。那我在想，我们华人世界呢，也都大家都知道观音，也都在信奉观音菩萨。一有了什么事情呢，哎呀，我的观音菩萨。其实我个人在历经很多事情哈，不管是我私人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们剧团经过很多次的危机的事件哈，我都会一直在心里头都祈求观音菩萨能够保佑我们。那我也觉得我非常幸运，就是一路都很平安的度过了。所以，在我的老师张老师，他也一直也希望把这出戏把观音这出戏搬到舞台上。那么我也想说，
也是因为个人的信念。但是这一出戏呢，我们不是做佛教和宗教信仰的宗教戏，或者说讲说观音成道了、成仙能够解救大家呀，或者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迷信的一个想法。那现在慢慢时代在进步啊，那大家也都就会觉得说，如果说以观音菩萨来，这个有什么事情请求观音菩萨就会来解救我们，或许这也感觉到有点迷信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观音这个大慈大悲的这种胸怀啊，就是可以倾听我们世人的一个心声吧，这样子我们又再结合了现在年轻人的，就好像是心灵的一个修行的，有什么事情想跟观音来这个倾诉，一个精神的寄托，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寄托，一个慰藉。好，那再结合了这个我们传统戏曲那这出戏里面有把我个人饰演了6个角色，一个人分饰6角，也不就是以往我饰演过的角色，再把它放到戏里面去，而且是老师他非常喜欢的戏。然后他非常这个，应该讲说，在他的这个戏曲的历届里面，他非常的代表作。好，没问题，因为是毕制嘛，哈，喜欢什么全部留意表演就做。对，你喺节目当中做呢，继续同大家分享一擺觀音到底係帶俾大家乜嘅呢？老师请坐。刚刚老师唱的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？这一段就是马尔巴。在我们豫剧它是用板腔体的，是一段戏一段戏，有的一板戏一板戏的。这是不同的名称。这样子的唱法就是2/8板的一个唱段。2/8板，它也形容它的速度比较慢板的这样子。包括刚刚唱歌这个手势啊，要配合歌词啊。看起来好柔美啊！这就是我们戏曲里面的这个身段的表演，身段还有眼神，唱念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老师像一般呢，如果我们觉得学戏非常有意思，速成班可以多久就能够演出来？其实也蛮快的哈。对，其实我们现在唱有的是非常简单的。真的啊？那现场可以教我唱2句吗？你要学？好，我教你一句《春晓》。春晓，这个诗嘛就是春眠不觉晓，这一句你只要学这一句就很好。春眠不觉晓，对，春眠不觉晓，春眠不觉晓。哇，好棒啊！你看一下子是不是？晓，对，处处闻啼鸟，处处闻啼鸟。对呀，后面还要有抖音啊。是啊，要有那种颤音啊，才好听啊。
哎呀，真好玩！你唱的也很棒，谢谢。有天分了。我以前有唱唱声乐，我唱女高音，所以它的共鸣点好像讲话也要，对不对？在戏曲我们拉高音以后，我们要归到鼻腔，脑门音靠近头腔，是靠头腔。好好玩哦！所以那个是好奇的朋友，我们现在报名豫剧团还来得及吗？欢迎大家来，欢迎大家来，真的很好玩呢。可是刚刚讲到说，莫看 Rita 的节目档安从两集，老师就说我唱得很好，其实这个是不能上台的啦哈。像我们这样一般训练，其实真的也要花蛮多的时间。像这一次呢，我们制作这个观音，这整个剧情啊，在编写脚本啊，在设计整个桥段里面，花了蛮久的时间吧？团长花了多久时间？讲起来哦，就去年就开始规划的。哦，安尼算起来，哇，年lang嘅時間呢？你講一出戲啊，一做哦，差不多一年、2年到一年哦。其實時間哦，大概1年半還冇嘅拉呢嘛，因為佢裡邊有音樂創作啦、服裝布景、道具呀，韓國嘅劇本出來啊，那個音樂創作天嘅劇本很濟哦。係啊。都動到嘅那種裡邊動到事情哦，而全盤去想好先嘅，韓國佢裡邊嘅劇本嘅裡邊嘅人物啊。唔能用去安插啊，有限购啊。古时候呀，剧本里面的所有角色、服装跟音乐，全部都是重新原创的。要全新的哦，要全新的。哦，全新的哦。係啊係啊。我跟他講，海玲老師有戲份給6個角色，不用落來，所以沒有想說啊，這樣我就用剛好我唱那個戲，我就穿這個衣服，然後音樂我就選自原本的，不是，全部都要重新寫過的。對對對。看起来很像是些老戏的那个角色。那这个我的女儿这个刘建国嘛哈，她来特别，我就要求她要编这个戏。哇，这是你的功课，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你从小看妈妈唱戏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她编写了把我曾经演过的角色，然后换一个名称，像她饰演的这个周翠兰，本来是我们一个这个香囊记里面的一个角色，女主角叫做周桂兰，所以她这个戏里面就改了一个中间一个字叫周翠兰，像刘姥姥啊，我演过的刘姥姥，《红楼梦》里面的刘姥姥，就变成尤姥姥，就变成尤姥姥，对，是这样，看起来好像是我之前演过的角色，但是在这出戏里面，这6个人物他又穿了一个新的，编了一个新的故事在里面，所以也不怕说你之前没有看过这些戏的人啊，这些观众朋友，那想说可能你看这个角色我之前没有看过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在这一出戏里面，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角色。这一次的戏亚拜哈，每档给哈不有这个，你看海报里面啊，黑港太有看到哈，就是伶人去安利这个很美的这个美声歌伶呢，很高给哈 AI 这个人工智慧了，结合现在网络的时代，对不对？歌手第一度呢有青岛角色哈，非常有点复杂，可是里面都能够说出内心话。而且这个世代呢，大家资讯很快，但是我们心灵的那种有时候好像还觉得空虚，对，生活的压力又很大，对，所以这个剧能够安抚人心就对了。好，真给黑暗呢哈，要不然呢，其实刚刚呢，海玲老师有讲到哈，编剧黑雅给毛耶，您的大女儿吗？二女儿哦，听见毛耶哈。结果其中有一位女儿呢，也继承妈妈的衣钵来唱豫剧，是我的大女儿。大女儿。但是你为什么当初反对呢？嘛跟演员呢？哎，因为演戏太辛苦了。其实我小的时候，我来学习的时候，我就是闹了家庭革命。哎，结果没想到我是现世报。我到了20年以后，就该我2个女儿来革我的命了。结果呢，他们成功了。就像妈妈嘛，像妈妈，因为你成功了，他们也成功了嘛。就说后来我就说，哎呀，如果你说你真的要演戏，因为他都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学戏的。
可是从小就听他耳濡目染，在我肚子里面就听了。我怀孕的时候，就一直在唱每年都有新剧嘛，都要背戏词啊。我就在从怀孕，然后后来这个别人都唱摇篮曲呗，那我就唱戏，我就唱戏。后来到了3、4岁的，我唱上句，他就把下句唱出来。哎呦，很不哟，对，真的，这个就是从小家庭教育也是身教。那安妮看哈。用林先生哈，谈谈会林先生来学习的时间，因为你11岁，跟我们的海玲老师学戏，当时人家说，老师说学戏辛苦啊，女儿别来学。教学生的时候，会不会又变一种你不好好认真学，我的棍子就拿出来了？敢不敢呢？不会。海玲老师呢，她其实呢，她不打学生的哦，不打学生。对，然后呢，那我们如果学不好怎么办？其实老师他都会，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们学不会。他会一再的、一次一次的，然后再教我们。很有耐心，对，很有耐心。对，然后那我们学生也会讲说，下次老师上课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先准备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老师那个眼睛一瞪，你看老师眼睛特大，害羞，对，不会讲啊呢。老师，我们很怕老师那眼睛一瞪，我们就害怕了，所以我们私底下就一定要上老师课，一定要先准备好。哦，对，老师会怕就好，对不对？完全。君子就是动口不动手，我们用眼神。爱的教育，是爱的教育。哇，果然就是我们这一代最辛苦了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在学习都照着老的方法，老师都是这个用打的铁血教育啊。对，3句学不会，棍子就上去了。所以像我们来说，好像多年媳妇熬成婆，该我们当老师了啊！你也要发挥一下。但是我们到了我们这要再传下去的，我们就生怕学生不愿意学啦，因为环境都变得很好了，大家不愿意吃苦啊。所以就要哄着骗着，哎，有的时候不要说打了啊，多叫你来2遍。就不高兴了，真的，他会这样，会吗？杨丽老师，杨林是特别的，他特别乖，他非常乖巧，所以他现在是小天后，他算继承您的衣钵耶。他很爱学，然后很用心，对，只要教过他，哎，他就会不断的自己在背，在一遍一遍的练习。那这样干嘛还要打你？就不用打了嘛。真的就不要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呢，在唱戏方面也好，在教学方面也好，我想海玲老师这个不用讲，当然全能旦角，哎，这个封号真的是很不简单的。因为我们在学戏那个时候，就是豫剧的资源比较少，所以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就希望一个人当2个、当3个。在以往的训练，就是你唱旦角，在旦角行里面还要分呢，青衣你只能唱青衣，花旦也只能唱花旦，不能说让你这样，怕你学混了啊，你就学得不够专精。是，但是我们为了这个现实的状况，还是得学，对不对？而且叫你多唱。我不但是旦行里面什么都演，我还演生行，生旦净丑什么都来，好厉害。所以呢，别怕。只要肯学，对不对？每一种都没问题，冇问题嘅哈。刚才睇下唐豆利亚豫剧哈，非常嘅神奇。等下真嚟哈，我將拜託今日師徒2人會合體衝高本睇下唐啊哈。等下繼續進到節目當中。
唱起这个剧来的时候，两位谈起恋爱来了，是，但是最后到底我非我，我非我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都听懂了耶！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泰卡就来看戏真给哦，光是一个小段子就非常的精彩。刚刚前面第一段我唱的是女生的，是因为我这个戏有2个角色，是我觉得一个是女生，一个是男生啊，这又俊俏的是你，又美丽的也是你，然后又跟千金小姐谈恋爱。对，这个是刚刚我们2个这一段，我就是唱男生哦，真神奇哦！其实哈，跟唐刘颖冲戏哈，老师唱了57年了。是，然后呢，杨林老师唱了30年，是，还有上琼谁就冲戏哦。两位有没有曾经想说，我就不唱了，懂辛苦？因为学戏，我相信应该有蛮多辛苦，要住校，每天要练功，要吊嗓子，是，哦，干没有安呢？不唱了，好辛苦，不要练了。我就说我吧啊，因为我当初我说我是闹家庭革命啊，那妈妈那个时候就说你，因为就舍不得。不舍得让我来学习，因为都知道老一辈都知道要挨打，然后要搬腿下腰，很累人，很受罪的，很吃苦的啊。那就说，那你不要去3天新鲜，你就不玩了，你就回家了。而且你要唱就要唱个好样的。我说好，我就记了这一句话，就好样的，一直到现在。对，就是要站到舞台中间，吃再多苦，受再多的罪，后来才知道要住校。所以那时候很想家，天天哭啊，但是也不敢吵要。好像大家都会哭，是不是？杨丽老师有没有哭惨了？我哭得很惨，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是刚开始是想要说去表演，然后进了剧校，然后那时候还没进剧校，爸爸就想说那里很苦的哦，然后就叫我希望我打消主意，我想说不会，我就想去，想离开家里，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讲说，再苦我也不会退学。哎呀，然后呢，到时候面临了那样的状况的时候，其实想说我不能退学，我要坚持下去，吐一口气。哎呀，真挺坚持，咱们成功哦哈。那刚好这一出戏《观音》也是师徒2个人的合作哦，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励志的机会哦。对，我想。应该有特别的心得吧？学生应该要先来说说，要对老师说，因为这是老师的臂展嘛。是，那其实从我进剧校呢开始呢，到分科，老师呢其实一路都一直扶持着我。然后呢，我应该讲说，他就像妈妈一样啊，这样带着我，然后这样呵护小孩一样。然后不管是在生活上啦，在戏剧上面，在我的人生上面，他都一直在陪伴着我。对，所以呢，老师到毕业了，当然还不能不管我们呢。这个只是毕业一个公演哈，对。然后毕展之后，他就会继续做他该做的事，就是继续跟大家一起唱下去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就是以后就以他们为主了，就把这个舞台慢慢的让出来，哎呀，就交给他们。你很重要，你要开始指指点点、指指挥挥我会在旁边这个辅助他们，然后如果有很合适的剧本啊，我也会。做一朵很漂亮的这个绿叶来帮衬着他们，好棒哦，好用心哦。谭总，你看到安内哈，按抖音引出来的情感图，其实你讲豫剧哦，真是我们很棒的这种传统戏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支哦。那目前安内推广起来有买请辛苦的素材吗？讲辛苦哦，来做团装多了4年啦，嘛够很多辛苦哦，你也唔记得。哎呦！因为你4年来哦，无音乐做强顺的。哇！因为我讲咧，因为你剧团哦，佢无给学生的，无学生的佢个传承佢个有问题。啊，像到有问题，你团应用行落去，有问题，差不多当日做困扰着我，应用去解决的事情。咁有招生冇？我哋做唔到招生啦，因为我唔会学教系统的。哦，所以要有意愿、有想法、想学习的人来跟剧团接洽，不是用招生的方式啊，那样。佢爱去到年瑞府有个台湾戏剧学院，佢底杯有个传统戏曲类科学生的，佢毕业家外张去底杯张诶。咁来年叫我来冲戏啊呢？佢底下咧翻译来南部哦，佢冇翻译来南部哦，你走唔到嘅。走唔到年咯，佢經過神去人之間，唔做冇面到嘅。幾年用嘅神呢？因為咧，我哋做老戲劇學院嘅歌仔戲科，
有嘅产学合作嘛。哦，俺学生来做这边带过来，啊，你啊2年俺又送过去河南给受训。那因为豫剧係用河南话嘛。係啊，语言一定要學嘅啊。韓國嗰邊嘅英文唔我聽嚟識，啊學好將轉嚟呢啲啊，轉到高雄，啊一整日來拜，啊就廖王老師、韓國朱老師兩啥來教，啊就慢慢嚟就可能2年3年，佢係做得本來用來培養起來。係啊，跟來傳承就唔會有問題。哎呀，辛苦誒，唔過文化的傳承就就是要花心血，一步一步來，佢冇簡單，唔過我相信真有加成。講到安尼吼，老爺，呢個台灣豫劇團咪吼，老嘅河南嘅花，韓國音樂，變到啲台灣演出，係咪有啲冇共用？經佢哋全部，也唔係講全部原汁原味嘅河南過來，因為我順應呢台灣嘅環境，後擺係有機會，我就聊台灣嘅咪民俗歌曲啦，我就做參到個機會係，啊就我哋團員佢做自家嘅人講皮要繃緊一點啦，自家要特別啦，自己包。哎呀，真強啦，真嘅。啊，講到安度吼，雖然辛苦，唔過還係繼續做下去哦，夜拜夜觀音，有請大家聽下來欣賞，同大家介紹一下，什麼時間在哪裡演出呢？11月24、25、26，哦，3月有4場到嘅士林台灣戲劇中心演出。好，在大表演廳。嗰12月有2場在高雄哦。係啊，8月9號，哦，12月8號、9號2日都嘅志德堂。哦，高雄市文化中心嘅志德堂，好，歡迎大家喺上兩廳院售票系統，叫下來買票啊！哈，麻煩睇一下。好，有請大家叫下來欣賞觀音回眸王海玲的華麗轉身。哎呦，我壓住好眼嘅華麗轉身，希望係人哋喎。哇，今日看到哈團長按用心，看到華麗的海玲老師，還有真的是孜勤學不倦、非常優雅美麗的楊玲老師，我就覺得說豫劇呢真的非常好看哈，也請大家聽下來觀音哦哈。因為再次感謝3位安子先，謝謝大家。那之後呢，傳統戲曲嘅美好是要大家聽下來欣賞哦。今日啲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非常精彩，再次感謝大家嘅收看。等一下呢，有請大家聽你線上繼續來做運動了，張來了。